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今個禮拜嘅 Crypto Weekly。上個禮拜成個加密貨幣市場好似一潭死水咁，好多散戶見到幣價浮浮沉沉，開始頂唔順，甚至認輸離場。數據顯示，整體通脹嘅按年升幅由6月份嘅3.5%跌到3.4%，而核心通脹亦都由2.6%跌到2.5%。成份數據基本上完全符合分析師嘅預期。換句話講，美國通脹繼續慢慢降溫，亦令到美國聯儲局喺利率政策上多咗一啲喘息嘅空間。呢份符合預期嘅通脹報告，竟然冇辦法為加密貨幣市場帶嚟明顯嘅寬鬆交易動能，反而令成個市場更加冇方向。比特幣上個禮拜先後2次嘗試向上突破，想衝穿63,900去到64,000美元嘅呢個關鍵阻力區，但係2次向上突破都係因為成交不足嘅情況之下失敗。2次上攻受阻之後，比特幣好快跌穿63,200去到63,400美元呢個支撐區，最低更加一度急跌去到62,800美元附近。由技術指標嚟睇，比特幣嘅相對強弱指數即係 RSI 而家大約喺42左右，呢個水平反映市場動能仍然偏弱，但係又未去到超賣嘅程度。至於 MACD 亦都出現咗向下嘅負交叉，反映短期向上突破嘅力量的確仍然未充足。其實鏈上數據同埋期權市場已經洩露咗一啲端倪。喺衍生工具市場入面，8月底到期嘅期權當中，行使6萬美元嘅認沽期權，佢嘅期權金竟然高過行使價7萬美元嘅認購期權。呢個情況反映好多投資者寧願付出更加高嘅成本去買入下跌嘅保障。換句話講，大眾對未來嘅政策走向仍然保持相當高嘅戒心。問題嚟啦，當散戶喺度恐慌性拋售嘅時候，真正嘅大鯨魚又喺度做緊啲咩呢？數據顯示，持有超過1000枚比特幣嘅巨鯨賬戶，佢哋嘅總持幣量由8月8號升至306萬枚，創出2026年嘅新高。不過上個禮拜市場都有啲壞消息，令到投資者情緒更加謹慎。Clarity 法案喺參議院嘅投票亦都延遲到去9月15號。呢一種監管政策上嘅不確定性，都亦會成為壓低市場風險胃納嘅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好啦，睇完上個星期嘅宏觀數據、鏈上數據同埋技術走勢之後，我哋跟住睇下今個禮拜有啲咩值得留意。比特幣經過長達5個星期窄幅橫行之後，市場波幅已經壓縮至近年相當低嘅水平。由技術分析角度嚟睇，波動率壓縮得越耐，一旦之後嘅出現方向有突破，幅度通常更加會明顯。今個禮拜比特幣最關鍵嘅防守區，目前仍然喺61,500至到62,500美元之間。如果62,000美元附近守得住嘅話，比特幣今個禮拜有機會重新向上測試64,000去到65,000美元呢個阻力區。一旦成功收復65,000美元，而且可以企穩，而家短線偏淡嘅技術結構就有機會會被破壞。相反，如果今個禮拜跌穿61,500美元呢個重要防線，到時亦都有可能觸發大量槓桿好倉被強制平倉，令價格進一步下試6萬美元。而對長線部署嘅投資者嚟講，呢一個價格區間會開始進入值得認真考慮分批吸納同埋建立長線倉位嘅範圍。多謝大家收睇，下一集見，拜拜。